嗱，咁最後將嗰個所謂 solution set 表達出嚟啦，因為都好有無限咁多個嘛，咁佢點樣表達咧？嗱，個 SS 有 solution set 咁解啦，個 solution set 即係可以一個集合符號啦，咁開啦，開括弧啦，花寫括弧咁樣啦，呢個就係 x y z。咁當中咧嗰啲 x y z 咧係乜嘢嚟㗎咧？個 x 咧就係可以係11/4個 z 加1/4啦。y 咧就係呢嚿嘢嚇，負 z/4減3/4，咁個 z 咧就係任意取值。咁既然任意取值咧，講翻清楚啦，嗰個 z 咧係可以係任何嘅 real number，就咁樣寫嘅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你唔識呢個符號咧，亦都可以咁樣寫嘅，即係可以咧係 x 咧就等於呢嚿。1/4嚇，咁 y 就等於呢嚿4，咁 z 咧就等於翻個 set 咁樣啦。咁當中咧係 for any real number set 咁樣都得，咁樣寫可以嚇。